第12章。迄时希律下手苦害教会中规个人，用刀杀约翰个兄雅各。伊看见犹太人欢喜即个事，搁去掠彼得。拄迄时是度假个日子，希律掠彼得关伫监内，交付4班兵丁看守，每班4个人，意思要伫逾越最后将因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理。对安尼，彼得受关伫监内，教会却为伊切切地祈祷上帝。希律特别提伊出监来的前一日，彼得互2条铁链锁着，困伫2个兵丁的中央，看守的人也伫门外看守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徛伫边啊，厝内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肋边，拍醒伊，讲：紧紧起来！迄个铁链就对伊手顶落落来。天使对伊讲：下腰带，穿鞋。伊就安尼做。天使佫讲：披外衫缀我来。彼得就出来缀伊，毋知影天使所做是真的，只当做看异象。过了第1层、第2层的监牢，来到挖过路的铁门，迄个门家己开，引出来，行过一条街，天使就离开伊去了。彼得醒悟过来，讲：我现在真正知影主差遣伊的使者，救我脱离希律的手，甲犹太百姓一切所仰望的。想一下，就去迄个称呼马可的约翰的老母玛利亚的家，伫遐有一寡人聚集祈祷。彼得拍外门，有一个妇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，听到是彼得的声音，就欢喜到袂顾得开门，走入去甲众人讲。彼得徛伫门外，因讲：你笑。妇女出力的讲：真正是伊。因讲：的确是伊的天使。彼得无停的拍门，因开门看见伊，就真惊吓奇怪。彼得摇手，毋爱因做声，就甲因讲主怎样带伊出监，佫讲恁将这事甲雅各甲众兄弟讲，对安尼出去别所在。到天光，兵丁真正扰乱，毋知影彼得去倒落。希律找袂着，就审问看守的人，吩咐将因拖去台。后来希律离开犹太，落该撒利亚，踮伫遐。希律受去吹罗西顿的人，因迄一带的所在是对王的土地得到美娘，因为安尼就托王的雷神帕列斯多的情，一心来求和。希律伫所定的日子，穿朝服，坐伫位顶，对因讲论一番。百姓话着讲，这是上帝的声音，毋是人的声音。希律无归荣耀互上帝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发令，伊互虫所加，开就断啦。上帝的道日日看见兴旺，越发广传。巴拿巴甲扫罗办完因攻击的事，就对耶路撒冷倒来，大称呼马可的约翰三角去。